三个词语。迎开路难，哦，吹成嘞，只有啊，错口人难。涂抹了多，你三更啊，谈多嘞，给太阳打错样难。言萬要話，原諒一難，為何呢？原野啊，莫怨更難。谢谢。我们请宇威老师留步，先留步。刚才呢，宇威老师为我们演唱这个《漏山狗的世界》，我看到好多的这个现场的朋友呢，他甲3点念珠来听，跟有的呢一唱吼，迄汤唔是。他黑内生的了解，地讲嘛给。那我们旁边呢也有字幕给大家一起来欣赏。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个全新的客家音乐。好，今天呢很高兴宇威老师来唱歌给大家听，对不对？今天因为有这张这个山歌在唱的专辑，刚刚那个范宗沛老师音乐总监有说，因为给某两个以前没有接触过那个客家文化，所以他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他比较没有包袱。那宇威老师就是做客家音乐这么久，那你会不会包袱很重？也不会啦，就是刚刚把它丢掉。开玩笑的。就是你扒喉一招子再把它丢掉就好了。OK。对。所以明年我可以做看看吗？跟范老师合作。对，宇威老师呢，其实一直在这个客家界当中呢，都给这个客家音乐很棒、很新的风貌，对不对？比如说结合了蓝调啦，或是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那今天呢，很开心听到宇威老师的歌声，喜欢吗？大家喜欢？刚刚楼上给我摸宠花，公司才啊，老师你真的是太客气了。好，刚才呢，我们有听到有一位好上嘅西阿哥，佢唱嘅係原创者呢是宇威老师，送别这首歌，对不对？是。好，我们要来欢迎刚才演唱的宗翰，请上台。宗翰不要发呆啊！为什么？对呀。刚刚有懂了。Kishin 哈，俩白这次呢，我邀请了2位，推荐跟范宗沛老师推荐2位年轻的歌手。一个是我们又会主持又会演戏会唱歌的钟汉，一个是刚才跟龚欣怡啊。是。欣怡你知道吗？他是谁？不要看他个子小小的，他是导演啊。对。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我记得我上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拿着摄影机拍我。是。但是我今天觉得哇，他在舞台上的能量特别不一样。你知道他平常是比较男性化一点，就是上山下海这样。今天大概是化了新娘妆，你知道吗？等一下大家，他会再一次登台，也请大家一起。记住从该云顶天很蓝那个。杭多了为你会甜么？上班该躺头机床，哇，客家有这么美好。
就是这么没有被污染，这么抒情的没有被污染，就是这没有受到其他的流行音乐元素，很清新的声音，对对对。是。好，刚才呢，我们宗翰呢，他也表现得很棒，对不对？唱了老师的作品《送别》。那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宗翰因为要唱老师的歌曲，那老师在旁边，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呢？每次都懂有阿贝吗？宇威哥以前在节目上有碰过，是，就知道他是个非常有威严的。你少来，你都拍我头上，他一直在录音室亏我，我拍摸谁跟？我听说在录这个专辑的时候，老师对你非常的好。老师真的很好因为想说宇威老师要亲自来监督，而且要当我的制作人，想说哇，那压力真的很大。就一来宇威老师带了几个那个好吃的东西先摆上来，还有那个奶茶嘛。感觉好像先跟我拜码头一样，好像我想说奇怪，到底我是老师还是你是老师？他意思是说要先把你喂饱。那结果呢？吃了老师准备的这个食物之后，有没有唱得更有力量？喊开有力条，更有力量。不过公真是的呀，因为这首歌是宇威老师自己写的嘛，然后我就会想要请教他说，写这首歌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宇威老师跟我讲了个故事，我觉得听了以后是非常有感触的。大概故事都得老太给他听下来分享一下。你讲。那宇威老师有一个亲戚嘛，就是很喜欢喝酒。阿叔啦。阿叔很喜欢喝酒啊，可是可能就是喝太多了就这样觉得可能就过去了这样。那宇威老师在他火化的那一天。就看到他送进火场里面的时候，就灵感就来了。这首歌很快就完成了嘛，对不对，宇威老师？对，就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对，就是乡下很多那种罗汉咖，但是其实都很可爱。可是可能大家很多人就觉得是可能爱喝酒的人没有出息。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每个生命都是很可爱的。那我叔叔就是一样，可是他生命就是喝酒喝到死，这样一推进去的时候，旋律全部就出来了。如果两白呢，范仲佩老师嘛，把它编成就是比较。田纳西华尔兹就是4/3拍的感觉，我原来是很悲伤，他现在就是变比较轻松的感觉，另外一个情调这样。是。所以我在解读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呢就是上段去给阿爸的，因为阿爸去搞咩去田当的呀。故说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故事，就会特别有感觉，有一些画面，觉得没关系，那我现在就要敬你最后一杯酒。是。那刚才呢，宗翰的表现也很棒，对不对？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哈嘎有上。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非常谢谢宇威老师，也谢谢宗翰，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欢迎下一位演唱人喽。下一位演唱人呢，来谢谢两位，来下一位演唱人，我们要来欢迎汤雨欣再次上台。Tino大哥要继续为我们带来的是《跳拜给私情》。安子 C。在这个音乐还没开始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我这一首歌曲呢，在选这首歌曲啊，不是我选的，是我们范老师帮我选的。这首歌词啊一堆，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跳拜给私情》。我想等一下我们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大家稍许看一下啊，哇，我数了一下，大概这首歌曲大概有400多个字，所以非常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在唱的过程当中唱的不太好的话，或者怎么样，请多多包涵，谢谢。但是我想这首歌曲当然有它的甜美的地方在，尤其亚条歌呢唱出来的时候呢，我有感觉到像唱董抒情的一条拉丁歌曲用的，所以呢，就谈讲喺度亚条歌呢用拉丁的方式，bossa nova。来表现一条歌嘅，好唔好 ？OK， 嚟。大家聽下嚟唱啊！看你嘅歌詞啊！南門看下有變數，等個讚美，歸你叫娘娘。山條當一張月芙蓉樹下，多麼帥。很多孩子看人看到起，竹馬起哟。山條東邊樹葉條，西邊土筍條，叫我來也蘑菇條。大家共唱唱。跳拜嘅事情，
得more。走啊走，行行走，加迄本机啥都寂寞命。太个琵琶起起，沧桑跌落，浮多一身难过梦。阿山头，木笋名声，灰灰嘟嘟，飘渺对眼流。给猴子一下下都没办法，咱看都无顾美。大路，阿山头，玉骨大路，飘来飘去，飘到土船头。今日个摩罗滩土高水飞去落跳，莫回头。阿山头，大青拽，拽快快，小刀慢慢的拽过，唱又过。球松无下跳跳，命家23来告诉你生活能够跳。跳摆的事情，跳摆，还记得么？跳摆的事情。记得么？出强无人捌，细人渐渐也随大步赛道发出条，给把的速度好让时光途有不翻数发出皮。下讲无下清，怕过好把青岛，不是小我。跟我的传言太敢严重也做到。是，你还是个眼里三副脱地，用用打出怪，好的的米落白，莫拄好脚多，做没爱。阿妹爱人工肉空无盼到的放到太水沙。会啊，吓到大到嘛，师傅十多20前两摆叫家落蛤蟆。大家来放唱好不好？跳摆的事情，还记得么？跳摆的事情。还记得么？的这个头摆给事情给歌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一次来欢迎关灵芝关节为我们带来好听的农家乐，带来后堂的农家乐，各位众上欢迎。铁花冲的歌曲呢就比较热情一点，比较有活力。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啊，它编的是比较浪漫一点，比较舒服一点，好，不要听完睡着哦。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歌，好，这首是我很敬佩的赖老师所演唱的《农家乐》，老师请。索壳中，雖然要爭要晚晨光，嘿呵呵嘿呵呵，嘿呵呵嘿呵呵，嘿呵，一夢夜能何處多？嘿呵呵嘿呵呵，嘿呵呵嘿呵呵，一夢夜能何處生？给这位这么漂亮的小姐，很难得哦。女孩子吹小喇叭吹那么好，谢谢你。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别的歌曲，等一下见。谢谢关灵芝为我们带来非常不一样 style 嘅农家樂。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欢迎心仪，请上台。接下来第二首带来的歌曲是《失恋歌》，我们也给心仪一个热烈的掌声。